是你对生命的恨。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，对于你没有一点信心。亲爱朋友，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，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，能够爱你赐你力量的心。问候，将一切都分析。耶稣问候，体会你的心情。耶稣问候，带给你的神情。耶稣爱你，耶稣疼你，耶稣能做一个全新的你。你说明天代表你的心。